多謝大家嘅支持。其實呢個頻道表面只係開咗6日啦，但係背後嘅構思已經差唔多3年啦。我真係冇諗過，短短幾日呢，咁會收到咁多查詢、關注同私信，呢一種感覺咯。老實講，真係有啲出乎意料。咁我開呢個頻道唔係想即刻賣服務收費或者推任何計劃咯。現階段我只係想將自己過去20年喺學界、體育、升學入邊見過嘅真實情況，慢慢同大家分享。因為我好清楚體育升學最浪費家長嘅唔係錢，而係時間。如果我嘅分享可以幫你少走一步冤枉路，少浪費1-2年時間啫，其實已經好值得。我知道而家嘅影片字幕未完美，聲音未最好，節奏未必人習慣，但係呢個係一個真實開始嘅過程。我亦刻意冇做宣傳，冇叫朋友啊、學生啊、家長啊幫手啊，因為我想知道呢，如果淨係靠內容，究竟有幾多人願意留下？而你哋嘅出現已經俾咗我一個答案啦。如果你同我一樣，希望為小朋友揀一條唔急、唔盲目、唔走錯嘅路，咁我相信我哋應該係同路人。多謝你哋，亦都多謝你願意俾我時間慢慢講清楚。如果大家有興趣了解更多，歡迎加入我哋頻道。